新多媒 Capital 港澳幣上車頻道，現在是評論報告簡要新聞。衛生部總獎勵成年家庭以後會上網中科。衛生部發文告講，已經上為新加坡中科以後學員，延隨其家庭醫療，總是優先將上為家庭以後中科醫療。衛生部表示，為了更好地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醫療護理需求，本地將推出家庭以後公益課程。預計透過其招生仲有年齡200年期進行。我國警方在眾多地區執法行動，正在柬埔寨泰銖集團創辦人經董事長定罪，以及同伙涉及射箭佢偽造運用的案用進行調查，並且查封了總值超過15,000萬新元的罪上。警方已經在這些罪上發出禁止隨定令。警運管理局表示，本地警運機構由2000年以來已經提高正在泰銖集團的抗議、交易、反射箭案用協調與合作網絡，正在跟警方合作，並正案用定罪被指是電信詐騙集團的左腦，實現詐騙跟射箭，已被美國起訴。中央許多國營網連區南隨執法行動，分別逮捕一男一女。軍中其係20歲後意圖匿跡嘅18醒目嘅電子煙等，跟13嘅電子煙，以及總計5000元現款。數網打撈風暴，上禮拜5晚上返上新加坡，大地大範圍雷電與跟電風。新馬報道，上禮拜5晚上落地每小時83.2公里嘅最大電風，是近年來最高嘅風速紀錄。其中樹也預測本地以來那個禮拜應該是雷電與天氣。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下個月再隨推出祖父母仔照畫活動，呢段可能透露隨舉辦嘅一公一媽活動年分享會將再度訂檔。一公一媽其實裏邊是營店，也將店草裏面65歲以上嘅年度人數，在至少現場改造之後嘅商品。商品仲有下個月22號起，在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設立正廳店草。馬來西亞有副先生蔡政府年年發電最爽的水，作為舒緩交通阻塞嘅替代方案。終端包括一類運載車前往新加坡嘅最爽通道。馬國東方日報報道，中國在2035年生產車整個地方嘅汽車安端。用嘢是力難調最爽的水路上，分別位於優惠當地嘅左右南邊。港有新聞報告我鬧。